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的建案。最近所推出的广告，会当看到真侪神秘的数字，拢是用4个数字，或者是5个数字来作为建案的名称。代销业者讲，这个神秘数字是代表着建案基地坪数。除了让消费者对面积甲空间有具体概念之外，用这款创意行销的策略，嘛会当增加话题甲显光度。果然，这招应效，民众因为看无，所以就引发着好奇甲讨论。建案的广告写市政6398神秘的数字，什么意思？互人看无？台中中马路甲黎明路口的建案，嘛敢若用数字来代替，敢是变大箱？这民众嘛是同款看甲雾煞煞。我每天都在看这个6398，不知道是在讲什么。时阵的建案嘛是用数字代替。像这建案名称417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来这边一看，原来是基地面积的总坪数。我嘛唔捌，然后甲伊问的啊。哦。系啊，我也是不懂的啊。中区这栋连锁饭店伫台中公园的头一排，卖好建商了要拆掉起大楼，建案的名叫32889，民众当作是坪32.899，889万。32889代表是台中公园的面积，简单的数字，互民众知影讲公园绿地有偌大。因为建案拢会设一个名，增加民众的印象。不过最近有愈来愈侪建商拢用基地面积作为代号，代销业者认为讲安尼做，大家会讨论。低资费、低总价、轻松付款的广告太多了，不再吸引注意。建商需要更多关注，挖出更多的潜在购物族。专家认为讲，疫情后房市交易较冷，用这款的方式会增加讨论度。是想按名就变成许多建商就是不用其极的一个方式，为了博你的眼光跟博眼球，也想尽了许多的方法。今日建商为了提升知名度，陆续推出数字按名的销售办法，引起消费者的好奇。嘛有民众对着建案的基地面积甲空间有具体概念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